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推行限塑的政策17年了，也毋过甲真侪欧洲的国家比起来，台湾还阁真加油咧。以塑胶袋仔来讲，丹麦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敢若用4个塑胶袋仔，台湾咧平均每一个人每一年是用到660个塑胶袋仔，实在是真惊人。要安怎来改变着民众的习惯，减少使用塑胶袋仔咧？新北市的产业当咧启动一项创新实验的计划，社会企业团队甘乐文创招募民众捐出着旧衫裤，交予社区妈妈改做环保的挂袋仔，并且甲当地店家来合作，推出助少环保袋仔的服务。这款更加积极的做法，是毋是会当带动更较侪人斗阵做环保咧？咱做伙来看。买早顿、买饮料、买便当，拢会用到塑胶袋啊！伫台湾，这是真侪人的日常生活。采访团队伫台北市区12路口菜摄影机镜头，就翕到真侪民众手掼塑胶袋啊！有人一掼就是3个、4个。塑胶袋啊，充满伫咱生活四周围每一个角落。花遮侪年的减塑胶行动，你甲我敢有伫做？习惯性的是塑胶袋。对。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一念之间没有一定要或一定不要。对，有时候会拿，有时候不拿。其实有时候是能够塞包包，就是你要塞包包啊。但是有时候像这个可能会露出来的，还是不方便。所以常常出去一趟就会带很多塑胶袋回去。对，至少2个吧。天啦，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是。谁开始没有的？换一个场景是一个行一大菜的市啊，有人牵车啊出门，要么内面至少有2个塑胶袋啊，水果担、塑胶袋拢放伫担头顶面，互人客家己底。青菜担，这个人客买3项菜都要用4个塑胶袋啊。要不要大袋子全部都要进？自己出门的时候会自己带环保袋吗？会啊，因为刚才我们是去那个照相，顺便就来看看这样子。本来没有预计的说要来买了，那我就说好，就好像说也好原谅自己一次。那像您自己出门的时候会带环保袋吗？会，我会自己带环保袋。但是碰到生鲜的时候呢，或者是有湿的，就比较不会用在环保袋上。会带环保袋的习惯吗？有记得就会拿，不记得就还是会习惯性拿。是要记得，这样对环境会比较好。虽然民众有减塑观念，也无常常想到要买物件，还是袂记早环保袋啊，嘛是要用到塑胶袋啊。依照环保署废弃物管理处的估计，全台湾买物件用的塑胶袋的使用量，伫2002年推动减塑进程有200亿个，后来一年比一年较少。2018年，佮推动扩大限塑了后，估计年平均塑胶袋的使用量是155亿个。虽然是安尼，台湾人平均一年嘛用660个。像这种一次性塑胶袋随手可得、高度便利性，是让许多人改不掉使用习惯的原因之一。在台湾各界在限塑这一块都还持续努力当中。不过以2018年的资料为例，台湾的塑胶袋回收量是有8500多公吨，换算成塑胶袋个数是大约有26亿个，回收量只有将近1/6。澳洲是减塑环保政策的先行者，其中限塑无限性是丹麦，每人每年平均干来用4个塑胶袋啊；爱尔兰每人平均干来用15个塑胶袋啊。最近几年对咧限塑的德国，塑胶袋的使用量嘛控制伫每人平均一年45个。比较起来，台湾真正的加油啊！要伫生活中实际减塑胶，佫会使做什么代志2个人一组哈，一个拿袋子，一个拿夹子。伫新北市三甲的甘乐文创是一阵由回乡青年组成的社会企业团队，就将海洋变成粪扫战场。创办人林俊成推动三甲河净客活动已经将近10年啊，不过净客速度未符扣的粪扫量，因最近开始发想为源头做起，将减塑计划结合无路用的旧衫布尾，成功将粪扫改变为共享资源。有时候我们去市场买东西啊，才发现，自己包包里面那个购物袋忘了带，或者是放在家里，很不方便，又
不得不只好再跟店家拿一个一次性的塑胶袋使用。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店家可以提供我就是提袋租借的服务，这样我 maybe 我就可以不用去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塑胶袋。那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情？林俊成为发想到执行，敢若用2个月时间。这项社会创新实践的913旧衫循环共享寒茶的计划，串联当地社区店头做伙加入，为2019年9月份起，成功伫三甲地区慢慢发生效果。有文创团体创意发想推出旧衣改造提袋计划，由社区妈妈将这些招募来的旧衣服修改成环保袋，并跟当地店家合作，提供给民众租借。我们实际带了一袋旧衣服来看看他们怎么做。阿姨你好，我这里有一袋旧衣服。可以啊，这些都能做啊。用阮早期旧衫做三不如，负责寒茶制作的社区妈妈现场做互阮翕，看讲伊安怎将这个旧衫加大改造。裁剪车线，较无5分钟的时间，经过社区妈妈的卡手，随变成环保的寒茶啊。翻过来就好了，就是这样，不到5分钟，就是这么简单。你的衣服就变成环保袋了，哇！让民众到这个我们共好的店家，那去消费的时候，那你可以跟店家提出说要租借这样的一个提袋，那每一次提袋租借就是付20块的押金。那下一次要归还的时候，店家就会退还你20块，就是无偿租借。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店家一起加入这个计划，所以当你在这家店借了，你可以在另外一家店还，就是甲地借乙地还。不同版型的衣服就能做出不一样造型的购物袋，既环保又实用。半流行造成衫裤穿一摆就单调，虽然讲有回收，也毋过嘛因为过量无度处理。最近几年来，全世界废弃物的排名，换掉旧衫拢是排伫前几名。台湾每年平均单调旧衫嘛超过7万吨，以1块押金租借旧衫袋啊，循环再利用，创新的想法实践到日常生活，甘露文创，好大家看到减塑，嘛会使真实行。你们来捐衣服吗？对啊，就是自己家里有一些旧衣服。影响当地社区无一寡人无爱旧衫裤，包括旧衫回收场嘛主动提供无度消化的衫裤。甘露文创旧衫变寒茶的计划，加入循环经济概念，和旧衫延续使用的机会，减少使用塑胶袋啊。同时嘛结合地方创新的理念，为在地带来工作机会。其实俊哥我很早就认识了。因为我心里很佩服他，所以我就很支持，而且这个工作又是非常有意义。他用时间，我说你不绑我的时间，我能做我就来啊。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家境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要付我时薪。啊，后来我就答应了。啊，因为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找社区妈妈来车缝，所以她也会有收入。那同时提袋提供给店家，让店家呢借给消费者来使用。那所以让这个提袋在社区里头是循环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让民众在购物消费的时候是可以一并也扶持这群社区妈妈，还有工作就业的机会。在思考这个913循环共享提袋，其实当时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到底这个提袋的循环机制，然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因为我们希望提供给社区妈妈工作，但是又希望民众在使用提袋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好像需要花钱。白的哪一袋是可以好的？要送去给店家的。要送去哦。这一袋啦，这一袋都做好了。这个是50个袋子。好，谢谢。就是我们这边的客群是以学生为主，那他们可能学生都不会有带手提袋的习惯。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降低我们提供纸袋这个成本，因为这是一定的嘛。当民众越来越多人使用环保袋的话，那相对来讲，我们纸袋的这个供给性或是这个需求性也慢慢的变少。那我们以后要是能完全不用这个纸袋，那当然最好。一方面对环境好，一方面对店里的状态这样也好。目前伫三甲区的八大社区，三甲老街包括健康餐饮店、文具店、运动用品店、服装店等等，总共有12间店加入合作计划，提供租寒茶的服务。有妈妈塑胶袋，
没有代号，我们现在有这个免费的袋子，然后它是用租借的方式，一个20块。那我现在跟你租了啊，我现在要在哪里还？在这边还，或是在它的这个的商标的一个商店都可以还。好啊，那你可以在这边选一个你要的袋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跟你们说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第一次，蛮有意思的啊。至少塑胶袋家里不会越来越多啊。对。而且20块也是等于是无偿，因为我下次还的时候又可以拿回来，比我每次买一个2块还划算。我这300给你。好，谢谢。阿姨，现在三峡有在推行一个计划，就是买东西呢不要用塑料袋装，然后他们用那个旧衣服呢就做成一个环保袋，但是这个要用租的哦，一个要20块。你不想用的时候拿回来还给我，你想要租一个吗？好了。好哈。那我就用这个给你装喽。我只知道说自己带环保袋，这样说有可以租环保袋的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们都有在做环保。它是一种共好的一种循环，那每个人都需要尽到一点责任那民众在使用的时候把袋子洗干净再还给店家。所以如果有污损的话，那可能就要扣10块钱的这个押金，本来是押20块就扣10块钱。有些店家是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不方便，因为他等于要去管理这个提袋。那我们就希望说，真的能够找到对环境共好、有这样的理念的店家一起加入。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先让更多店家加入进来，然后慢慢去影响这一些还没有加入的店家。有环保理念的民众真多，并且透过共同医护和旧衫袋会使伫社区间友好流通。为囡仔到大人的衫裤，都会使分别做出无同款大小环保袋啊，都会使因应无同款属性、各种店面的需要。基本上，我觉得它的理念真的很棒，就是它可以利用一些我们不需要用的衣服，然后做成提袋，然后又可以免费的供应给需要的顾客。然后需要顾客他拿完东西之后，其实他的塑胶袋不用的话也是丢掉，不然就是再拿来装其他垃圾。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多余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这个布料类的提袋可以让它一直在持续的使用，其实对整个大环境是很好的。以后的我觉得可以期待。可以啊，因为我会就是尽量啊，就是让客人来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这一条街也有其他的店家会响应啊。那我觉得如果说随时都可以租到，或者是说可以归还的话，我觉得意愿应该会比较高。甚至说未来你在台北，你可能到台北出差，南部人到台北出差，那在台北买一个东西，提袋借回去了，你可能可以在高雄、在屏东的合作店家也可以归还。那它是更方便的，希望这个点能够布及到全台各地。我们也希望是国外也能够有其他的国家也来台湾把这个计划带回去他的自己国家来推动。就像台湾其实有很多的计划是从国际看到其他国家在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计划带到台湾来。那我希望说我们在台湾的计划也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世界。要彻底改变台湾消费者故意使用塑胶袋的习惯，大量降低塑胶袋的使用量，一定要真济难关爱克服。要不林准成保持信心，并且望93循环共享换袋计划，目前为社区做起，未来更加希望会使推行到全台湾，甚至扩大到世界各地。人类用收集塑胶料造成地球沉重的负担，在全世界真侪国家甲环保团体拢伫设法限缩保护环境同时，台湾嘛无缺席。除了政府以外，青年团体爱护地球，为自身做起，将环保理念带入日常生活，希望透过循环共享的方式，走在人类甲自然平衡之道。因为唯有将环保意识定入民众的心内，才有吸引全民为居住的世界尽一份心力，共同维护唯一的地球。我觉得这是全民运动，就是在每个人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尽一点力，那这个环境就会更好。